入去睇下呢間屋嘅佈局先。廚上櫃同廚下櫃結合櫃筒嘅設計，提供大量嘅儲物容量。多功能性嘅星盤可以根據自己嘅需要，靈活性嘅切換唔同嘅模式。廁所採用 PD 門，好處就係慳位，特別適合細空間嘅廚房啊！全屋採用咗木紋磚，防水防潮，而且耐磨耐刮，極易打理啊！呢度做咗地台床，設有隱藏式嘅儲物櫃，可以放入大量嘅換季衣物啊、被鋪啊同大型行李箱啊。到頂嘅儲物櫃採用黑色框玻璃門板，結合閃光燈帶，提升空間嘅氣氛同質感。採用弧形嘅浴簾，達到靈活性嘅乾濕分離嘅功能。採用暖木紋嘅床頭板連地台床嘅結構，將成間房嘅收納空間極致化。